Hello，大家好啊，我係祖記啊。今集咧就會同大家講下10間已經係消失咗嘅鋸扒西餐廳啊。咁喺上一集咧就推出咗一條啦，係叫做10間消失的食店啦。咁啊，大家啦都好中意睇喎。原來咁啊有位我一個好好嘅fans 啦，咁啊同我講，我想聽下咧美而廉呢啲喎。咁啊，所以咧今集咧就係講一講10間消失咗嘅鋸扒餐廳啊。咁啊，睇下大家啦有冇一間咧曾經咧喺嗰度咧係拍拖嘅時候咧係鋸過扒喎。咁喺呢一集嘅10間嘅消失嘅鋸扒餐廳入邊啦，咁啊每一集都有個 number 喺前面噶。咁啊，早記就都係想同大家做一個互動啦。咁啊，如果大家啦有邊一間嗰個餐廳啦，仍然係仲好掛住佢啦，仍然係好中意佢嘅話咧，咁啊喺個留言區嗰度打低佢個 number 啦。咁啊可以唔止打一間嘅，打晒10間都得嘅。咁呢條頻道啦，主要就會喺星期2同埋係星期5啦，就會同大家見面嘅啦。咁啊，以現時嘅流向啦，咁啊似乎啦，大家都好中意睇一啲懷舊嘅題材啊。咁所以咧，主力咧都會係做翻一啲懷舊嘅主題先。咁如果大家中意嘅話啦，就記得係訂閱呢條頻道啦。仲有咧，記得係 like 同埋分享呢條影片俾你哋嘅朋友啊。咁如果已經準備好晒嘅話咧，我哋咧依家就即刻睇一睇第一間餐廳係邊一間先。第一間嘅西餐廳咧就係美而廉餐廳啊，佢咧就係創立喺1963年嘅喎，總店咧就設喺旺角嘅洗衣街啊，係香港早期平民西餐廳嘅傳奇代表嚟㗎。咁喺1990年代嘅全盛時期啦，美而廉啦喺全港咧曾經係擁有9間咁多嘅分店啊。當時啦，傳統嘅高檔西餐廳嘅收費啦係非常昂貴啦，而美而廉啦就開創咗啦係平民鋸扒嘅先河啊，主打啦係平靚正嘅鐵板牛扒同埋咧係雞扒套餐啊，吸引咗啦大批嘅學生哥同埋咧係基層市民係光顧噶，更加啦係成為咗唔少香港人嘅集體回憶嚟噶。咁喺經營嘅期間啦，美而廉啦曾經啦因為係設立每位最低消費12蚊啦，而引起咗一個社會嘅廣泛討論嘅喎。當時旺角一帶咧有唔少啦係色情行業嘅馬夫咧，就習慣啦係點一杯飲品就坐咗成日啦。咁啊，餐廳咧就為咗啦係維持正常營運啦，而推出咗呢一項嘅規定啊。甚至啦喺2002年咧係引發咗官司而轟動一時噶。咁店內嘅長椅卡位同埋啦係傳統風格嘅裝修咧，多年嚟啦都係見證咗香港飲食文化嘅轉變噶。咁啊，去到2012年嘅4月10號啦，洗衣街嘅總店啦就因為啦係舊樓被財團強拍拆卸重建啦，而正式啦係無奈結業噶。雖然啦喺之後啦，曾經啦係由原班嘅人馬啦係短暫搬咗去大角咀塘尾道啦，係重開已延續幾十年嘅香火啊，並且啦就吸引咗一啲熟客啦係跨區去到朝聖噶。但係最後啦，仍然係喺2013年嘅下半年啦係轉手噶。正式啦就係全面退出咗歷史嘅舞台啊！美而廉嘅消逝啦，就唔單止啦係代表咗一間老字號嘅消失啊，亦都啦係標誌住咧香港傳統西餐一個時代嘅終結啦，留下咗啦係無限嘅唏噓啊！第二間消失嘅西餐廳咧就係森美餐廳啊，咁佢哋就係由葉聯森美叔咧就係創辦嘅喎，咁啊坐落喺西營盤嘅皇后大道西啦，屹立喺港島嘅西區啦，已經啦係長達57年咁耐噶啦。咁呢一間餐廳最具代表性嘅標誌咧，就莫過於咧係門內掛住嗰個係巨型嘅安格斯牛嘅霓虹招牌啊！咁呢一塊招牌咧就係由創辦人啦係親自設計嘅喎。多年嚟咧係成為咗西環嘅獨特風景啊！雖然啦佢又因為啦係安全同埋監管嘅問題啦，已經啦係喺2015年啦係被拆卸，並且咧係獲得西九 M+ 博物館嘅保育收藏啊！但係咧依然係無數街坊心入邊咧嘅集體回憶嚟㗎。咁喺食物方面啦，餐廳咧就係以傳統嘅鐵板牛柳同埋咧係多款嘅經典西餐而聞名嘅喎。最出名嘅咧就一定係森美叔獨創嘅森美汁啊！咁呢一款以煙肉同埋啦係烈酒調配嘅秘製燒汁，味道濃郁啦，配合住熱騰騰嘅鐵板啦，吸引咗啦係無數嘅食客㗎。咁啊，除咗區內嘅熟客之外啦，餐廳啦亦都啦係曾有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同埋啦係多位嘅著名影星啦係慕名捧場㗎。咁隨住時代變遷啦，以及啦係店鋪嘅天花板啦係嚴重滲水，需要大維修啦，第二代嘅負責人啦無奈啦就最終係決定啦係結束呢個營運㗎。餐廳啦就喺2026年嘅1月25號啦係正式啦係拉閘結業
噃。咁喺結業倒數期間啦，好多嘅舊客仔啦都係特登啦係翻嚟幫襯回味啊。而餐廳啦亦都係以10蚊5隻呢啲嘅象徵式平價啦，係出售佢哋嘅舊餐具同埋杯碟啊，等到啦街坊啦係可以留念噶。咁啊，盡顯森美熟昔日啦係堅守社區嘅街坊情誼噶。咁自此啦，呢一間半世紀扒房咧就正式告別啦，成為咗香港歷史入邊咧係永恆嘅一部分啦。咁第3間要講嘅咧就係亞視餐廳啊。咁亞視餐廳咧就係坐落喺粉嶺嘅聯和墟和風街啊。經歷咗咧係長達45年咁耐噶，咁係新界北區極具代表性嘅老牌西餐廳嚟噶。咁喺全盛嘅時期咯，呢一間扒房係北區街坊咧係慶祝節日咯，同埋係家庭聚會嘅首選地方嚟嘅。餐廳嘅裝修啦，幾十年嚟啦都係未變過噶。咁啊，第一代嘅東主當初啦精心打造嘅白色弧形拱門、紅磚英式吧台同埋咧係復古嘅木地板啦，係散發出獨特嘅英倫歐陸魅力啊！更加啦係被唔少嘅食客美譽為啦係粉嶺嘅 Amigo 喎。咁啊喺食物方面啦，亞視餐廳除咗係供應鐵板牛扒之外咧，堅持傳統繁複工序嘅法式焗鉗螺、羅宋湯同埋咧係酥皮海鮮湯啦，更加啦係每台嘅食客啦係必點嘅食物嚟噶。咁啊多年嚟啦，餐廳啦就陪伴咗啦係無數北區街坊成長啊，唔少家庭啦3代人啦都係喺呢一度啦係慶祝過生日噶。佢啦就早已經啦係超越咗普通飯堂嘅意義啊，成為咗啦係幾代粉嶺同埋啦係上水居民情感寄託嘅社區文化地標嚟噶。咁啊到咗2026年啦，由於啦係不敵業主啦係大幅加租超過30%啊，咁啊呢一間走過咗半個世紀嘅老字號啦，喺續約未果之下啦，就無奈啦係宣布結業啊。消息傳出之後啦，係引發咗啦係一啲嘅轟動噶都，咁啊因為啦熟客同埋外區慕名而嚟嘅市民啦，嗰個反應啦亦都啦係極其熱烈啦。咁啊店外啦日日啦都係大排長龍啊。最後嘅營業日啦就由7月底啦係2度延期去到8月16號啊。咁啊隨住亞視餐廳嘅正式告別啦，聯和墟啦又少咗啦係一個啦係具代表性嘅歷史記憶啊，令到啦係無數新界北嘅街坊啦係惋惜不捨噶。樂意扒房咧就係坐落於係灣仔馬來西亞大廈嘅1樓啊。咁啊由楊氏兄弟啦係喺1974年啦係創立噶，名字嘅背後啦就承載咗啦係對於亡兄嘅深切紀念噶。咁呢一間屹立喺灣仔42年嘅西餐廳咧，佢嘅裝修啦就充滿住啦係英式優雅嘅氣派啊。咁啊因為啦隱密性高，而且啦楊氏兄弟啦係成日都喺店內入邊啦係親自款待啦，曾經啦係已故賭王何鴻燊、發哥周潤發、前港督麥理浩呢啲嘅名人嘅指定飯堂嚟噶。更加啦係曾有啦係歌星陳百強咧係喺呢一度啦係免費駐唱啊，留下咗啦一段名流佳話噶。咁喺菜式方面啦，咁除咗頂級嘅美式牛扒啦，最傳奇嘅啦就莫過於啦係全港首創嘅花膠拼牛扒喎。咁佢哋嘅俗稱啦就係叫做花柳餐嚇，咁啊都幾搞笑啦呢個名。咁啊楊氏兄弟啦就大膽啦係將中式高級嘅食材啦係融入去西餐嗰度啊。咁啊選用厚身嘅花膠啦，並且啦係大費周章咁樣咧係配上西式鮮甜嘅包汁醬底噶。咁啊放喺鐵板上面啦係慢火炆煮，令到花膠啦係可以啦係吸飽咗醬汁啊。咁呢一道中西合璧嘅獨特風味啦，多年嚟啦係吸引咗無數嘅食客噶。但係咧面對住不斷加租嘅壓力啦，樂意扒房啦最後就喺2016年嘅3月31號啦係宣布正式結業啊。咁喺結業之前啦，咁啊都係日日爆滿噶。咁雖然啦灣仔嘅總店啦就已經啦係光榮結業啦，但係咧佢哋嘅第2代啦隨後啦就喺金鐘啦係以 Mr. Tomahawk 呢一個名啦係延續佢哋嘅招牌花膠扒嘅血脈噶。金雀餐廳咧就係坐落喺銅鑼灣嘅南方道啊，創立喺咧係1962年噶，咁係香港極具傳奇色彩嘅老牌扒房嚟噶。咁啊據傳啦，佢哋取名為金雀啦，係因為咧係以前咧對面有一間咧係銀樹夜總會，因而咧係有住咧係金雀站喺銀樹上引客嘅有趣含義噶。咁呢一間餐廳之所以咧係咁出名啦，好大嘅程度啦就係因為啦佢係王家衛導演經典電影《花樣年華》嘅重要取景舞台嚟噶。咁片中嘅主角周慕雲同埋蘇麗珍啦，
對錯鋸扒嘅經典畫面啦，就係喺呢一度係拍攝噶啦。咁啊，店內傳統嘅綠色復古皮夾卡位配上啦係昏黃嘅燈光啦，就營造出啦係時光倒流嘅電影感啊。咁啊，為咗啦係順應潮流啦，餐廳喺當時啦就特別啦係推出咗花樣年華套餐啊，重現啦喺戲入邊鋸扒嘅滋味噶。咁除咗電影嘅光環啦，佢哋嘅黑椒牛柳鐵板扒啦，同樣咧都係味道正宗，深受啦係街坊嘅喜愛啊。咁啊，但係啦，因為股東嘅分歧啦，金雀餐廳啦就喺2015年嘅9月啦係首度停業啊。當時佢哋嘅鋪頭之外啦，就貼出咗啦係未能與你走到2046，慶幸啦與你度過花樣年華嘅告示啊，轟動咗全港噶。咁去到2016年啦，第二代嘅傳人朱耀東啦就主導接手啊，喺南方道嘅原址啦係縮減面積，只係啦保留地面層係重開嘅，試圖啦係延續呢一份回憶啊。可惜啦，呢一間啦係見證住銅鑼灣變遷嘅傳奇啦，最後啦仍然因為租金問題啦，係喺2018年9月啦，係喺原址正式拉閘結業啊。雖然啦其後啦曾經係以香港情呢一個名啦，係短暫經營去到2021年啦，但係南方道金雀嘅經典青綠卡位啦，已經啦係正式啦係走入咗歷史啊，成為咗大家啦只可以啦係喺電影入邊先至啦係可以揾得翻嘅永恆追憶啊。紅寶石餐廳呢就係創立於1957年啦，由恒生銀行創辦人之一梁植偉等政商名流啦係投資開設嘅。中環嘅首店開幕嘅時候啦，更加啦係邀得啦係社會名流剪彩啊，係轟動一時噶。佢喺香港1950年代末期去到1970年代嘅初期啦，係極具代表性嘅連鎖扒房巨頭嚟噶。咁啊，昔日喺中環皇后大道中、旺角同埋咧係尖沙咀呢啲嘅核心地段咧，都係設有分店嘅喎。咁啊，係本港港式連鎖西餐廳嘅先驅啊。咁喺西餐仲未係普及嘅年代啦，紅寶石啦就成功啦係拿捏到中產同埋大眾化之間嘅定位啊。對於當時嘅普通市民而言啦，每逢過節、生日或者係細路仔考試啦，係獲得到好成績嘅話咧，去到紅寶石鋸扒啦，就係首選嘅獎勵嚟噶啦。咁喺風格上面啦，餐廳啦就完美啦，係糅合咗英式同埋港式嘅文化。店內個裝修啦係採用傳統嘅英式紅磚牆同埋咧係幽暗嘅燈光啊，營造出咧係高級西餐嘅氣派啊。菜式咧就主力係供應符合本地口味嘅牛柳餐、豬扒餐同埋咧係野味嘅黑椒汁啊。咁啊，佢哋附設餅店售賣嘅招牌椰子湯同埋咧係節日限定嘅火雞大餐啦，亦都啦係中西合璧嘅經典啦。對好多50、60年代出世嘅香港人嚟講啦，佢啦就象徵住啦係童年第一次啦係由父母帶領學用刀叉嘅興奮記憶啊，極具啦係時代嘅印記啊。但係啦，隨住1980年代美心、大快活呢啲嘅新型連鎖快餐店啦係迅速崛起啦，加上啦係面對住強大嘅租金壓力啦，傳統嘅西餐啦就漸失優勢啊。紅寶石餐廳啦就喺2000年代嘅初期啦，就將分店啦係陸續結業啊，正式啦就係退出咗歷史嘅舞台啦。儘管啦已經係消失多年啦，佢喺香港平民飲食文化嘅發展史上面啦，依然啦係佔有住極具代表性嘅重要位置㗎。車厘哥夫啦都係創立喺1950年代嘅喎。最初啦就係由一位嘅白俄羅斯人啦，係喺尖沙咀嘅彌敦道咧係開設㗎。之後咧就頂讓咗俾山東趙氏家族經營啊。佢咧就係香港早期嘅俄國菜餐廳先驅啊。背景咧就承載住咗啦係俄羅斯人啦係因革命流落內地，再隨上海移民南下嘅歷史足跡啊，成功啦係將名震一時嘅上海羅宋大菜嘅精髓啦係植根於香港嘅。咁喺50、60年代啦，佢咧就為市民啦係提供咗平民化嘅西式鋸扒選擇啦，對於本地西餐嘅影響深遠㗎。咁喺菜式方面啦，車厘哥夫嘅招牌羅宋湯同埋硬豬仔包啦係堪稱一絕啦。佢哋嘅羅宋湯啦，為咗啦係迎合本地口味啦，係棄用甜菜頭啊，改以啦係大量牛骨、番茄膏、紅蘿蔔同埋咧係椰菜啦係熬製㗎，配搭住搽咗牛油嘅硬皮包啦係極受歡迎㗎。另外啦，店內啦更加啦係供應視覺效果十足嘅火焰牛柳喎，侍應咧就喺各位嘅面前啦就淋上烈酒點火啊，啲煙啦就係陪住嗰啲火光啦就係喳喳聲咁樣響啊，咁啊配合住佢哋店內當年啦流行嘅懷舊點唱機啦，為無數嘅少男少女啦係烘托出咧浪漫嘅約會氣氛㗎。但係咧就如之前所講啦，
隨住時代嘅變遷啦，呢啲嘅西餐廳啦，好多啦都已經係全線結業啦。雖然啦，而家啦喺太子嗰度啦，仍然設有啦係由趙氏後人經營僅存嘅最後同名嘅餅店啊。咁啊，售賣招牌嘅了結糖同埋咧係懷舊嘅車輪包啊。但係當年咧嗰一個可以係坐低鋸扒飲羅宋湯嘅傳統車厘哥夫西餐廳咧，已經咧係徹底成為咗香港人嘅永恆集體回憶㗎啦。馬華餐廳咧就係坐落喺油麻地嘅佐敦道啊，創立喺1969年啊，係九龍區內咧係少有將老牌港式西餐廳同埋咧係星馬菜館完全糅合嘅經典老字號嚟㗎。店內咧長年咧都係保留住咧幾十年不變嘅木紋牆身、舊式嘅大卡位以及啦係帶有歲月痕跡嘅復古裝修㗎，令到佢咧係散發出極為濃厚嘅舊香港情懷啊！亦都啦係具備獨特嘅文藝氣息㗎。咁呢一間具有係55年嘅歷史老店啦，曾經啦係多次啦被電影公司租借啦係作為取景地嘅。咁啊，當中最著名嘅啦就係包括由杜琪峰執導、郭富城主演嘅《柔道龍虎榜》，以及啦係由馬楚成執導、古天樂同埋咧係劉若英主演嘅《生日快樂》啊。咁喺食物方面啦，呢度嘅招牌鐵板牛扒餐、馳名海南雞飯同埋咧係特製嘅咖喱係極受大眾嘅歡迎啊！以親民嘅價格咧係陪伴咗無數嘅街坊同埋咧係港產片嘅影迷㗎。咁啊，但係啦，到咗2024年初啦，餐廳咧就不敵租約期滿同埋咧係長年面對嘅人手不足問題啊。無奈於咧係2024年1月31號啦，係宣布停業㗎。正式咧就係光榮係結業啊！隨住大閘嘅落下啦，呢一間集電影集體回憶同埋咧係傳統嘅星馬再加西餐廳嘅風味於一身嘅雙重特色西餐廳咧，亦都啦係正式走入歷史啦。加勒比餐廳咧，坐落於元朗水車館佳信發大廈嘅地下，咁啊係新界西北區內咧係極具代表性嘅懷舊獨立老牌扒房嚟嘅。咁呢一間餐廳咧，名義上咧就係以加勒比拉丁美洲為主題啦，但係咧實質上主力供應嘅咧就係極具本土風味嘅平民港式鐵板扒餐啦，成功啦係將異國名號啦同本地嘅西餐文化啦係融為一體嘅。咁啊，店內啦就長期啦係維持住復古嘅格局啊，昏暗嘅燈光配合埋咧係經典嘅深綠色皮革卡位同埋咧係格仔嘅台布啦。幾十年如一日嘅陳設咧，就為食客啦係營造出樸實嘅用餐環境啦。咁喺食物供應方面啦，加勒比餐廳咧一向咧係以份量充足而且咧係價格親民係聞名㗎。店內招牌嘅蒜蓉牛柳鐵板餐、肉眼扒餐，配上味道濃郁嘅野味黑椒汁咧，多年嚟咧係深得元朗街坊嘅愛戴啊！喺經歷咗多年嘅風雨之後啦，呢一間獨立嘅扒房咧，最後啦都因為啦係老闆決定係永休啦，就喺2018年嘅8月底啦係正式結束營業。咁隨住加勒比餐廳係正式結業啦，元朗舊區嘅街頭啦又少咗一個啦係可以保留傳統港式西餐記憶嘅歷史場所啊！咁啊，而呢一份屬於太平洋嘅平民鋸扒風味啦，亦都啦係正式咧係消失埋啦。咁最後一個啦就要講到係金牌餐廳啦，佢啦就係屬於香港金記餐飲集團旗下嘅延伸品牌嚟㗎。定位咧就係融合新派元素嘅懷舊港式西餐茶館啊，同一般大眾所熟知嘅金記冰室唔同啦。金牌餐廳喺包裝上面啦，更加啦係側重於港式西餐鋸扒。店內啦主要啦都係供應一啲鐵板牛扒嘅套餐啦、經典常餐啦，同埋一啲嘅漢多士啊。不過啦，佢又就唔係咧純西餐廳嘅喎。店內咧同時咧亦都係有售賣咧廣受打工仔歡迎嘅黑松露雞煲，甚至咧係大受好評嘅金記酸辣粉等多各界嘅特色小食啊，以多元化選擇啦係進駐九龍灣淘大商場同埋咧係數碼港呢啲嘅核心社區噶。咁喺室內設計上面啦，餐廳啦就刻意啦係保留翻啦係舊香港嘅情懷啊。店內裝修啦配以色彩斑斕嘅霓虹燈飾、復古瓷磚以及咧係傳統嘅靠背卡座啦，營造出咧係昔日港式扒房嘅復古氛圍啊，吸引咗咧係唔少香港人咧係光顧嘅。咁但係咧隨住母公司金記啦喺2024年起爆發嚴重嘅拖欠薪金、積欠員工嘅強積金供款同埋咧係大範圍嘅欠租啦，咁啊最終咧就喺2025年10月啦，係俾高等法院啦係正式判令清盤嘅。旗下嘅金牌餐廳啦，亦都啦係陸續結業。
淡出啊。咁呢一個品牌啦，由開創到去到係結業啦，無疑啦就係反映咗啦近代香港連鎖餐飲集團喺面對住高昂營運成本同埋咧係消費者口味轉型嘅時候所要經歷嘅嚴峻挑戰啊。而佢哋嘅消失啦，亦都啦係令到商場啦係少咗一個啦係走懷舊路線嘅平民扒房噶。好啦，咁講到呢一度咧，今集咧又差唔多要結束啦。咁啊，大家記得咯。咁啊，如果大家想聽到早記啦講一啲咩嘅懷舊嘅主題啦，記得啦喺嗰個留言區嗰度咧係同早記講翻啦。只要大家都係想聽嘅話咧，早記咧就一定係會講噶啦。咁咧，我哋就下集再見噶咯。拜拜。